国际新闻来看，美国甲中国上新一轮的贸易谈判，暂时伫西班牙进行头一日的协商哦。外界认为，这届主要是针对中国在影音平台 TikTok 海外版分拆案。美国总统川普昨嘛表示讲，伊嘛想要让少年人会当因为 TikTok 留伫美国。伊个讲哦，伊嘛是因为 TikTok 摕到真侪少年人的选票，也毋过哦，这嘛是爱看中国的态度。 美国甲中国这两个全世界上大经济体谈判代表，十四伫咧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进行6点钟久的会谈，双方约好当地时间15继续谈。这是美国总统川普今年4月发动全世界关税战后，美国甲中国进行的第4轮协商。这边谈判代表美国是财政部长贝森特加贸易代表格里尔，中国这边是副总理何立峰加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功。因为中国的影音平台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分拆案9月17要到期，这边谈判一定会讨论到。美国总统川普则是伫华府讲，希望替美国的少年人甲 TikTok 留来，伊也因为 TikTok 加真侪少年选票。It depends up to China. It doesn't matter too much. I'd like to do it for the kids that like it. I mean, selfishly speaking, I did very well on TikTok, and I got the youth. I got a lot. And some was attributed to TikTok, and a lot was attributed to Charlie. 美国国会两党2024年通过法案，要求 TikTok 母公司北京立即跳动，伫2025年1月19进前，将美国 TikTok 业务卖出去，若无就要停止伫美国的营运。不过，川普今年1月20就职迄天就接返执行禁令，并且举入边延后生效的日期。最近这边是6月宣布将生效日期延到9月17。美国即马有1.7亿个 TikTok 的用户，白宫伫咧8月底也写一个 TikTok 的官方口座。川普则是讲中国伫关税即马拄到惨痛的代价。You know what China is paying right now in tariffs? Huh? A lot. 因过伫这边马德里会谈进前，美国工业安全局发公告，用国家安全做理由，甲23间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。中国随对美国的模拟晶片甲中国这类电路发动反倾销加反歧视调查，所以外界拢认为这边会谈应该无什么成果。公司新闻金万庆编写。